屬狗嘅朋友，其實今年你哋整體嘅運勢咧都唔差㗎，咁包括咗事業運啦、財運，甚至乎係小朋友嘅學業運都唔差㗎。咁不過始終今年同太歲會有相刑嘅情況，咁逢係相刑都容易會應是非口事，咁身邊亦都容易會出現小人㗎，咁亦都需要注意翻下自己嘅健康啦，咁同埋屋企老人家嘅健康㗎。屬狗嘅朋友，今年吉星嗰方面咧就有太陰星啊，咁太陰星係代表咗會有女性貴人嘅助力噶，而地解咧就代表咗可以解困啦，咁啊解決問題嘅意思，亦都可以有逢凶化吉嘅效用嘅。咁至於有暗祿啦，咁代表咗婚嫁啦，又或者有桃花嘅應驗噶。至於凶星嗰方面咧，就有陽刃，陽刃係代表咗心情、情緒嗰方面唔穩定，容易會因為感情用事而出錯。咁另外仲有咧就勾神、貫索、黃幡、流霞，都係代表咗容易喺每一件事度都覺得有啲嘅壓力噶，亦都經常會有啲判斷錯誤嘅情況，又或者猶豫不決嘅。好啦，今年除咗咧要留意自己嘅健康之外，亦都需要關心老人家嘅健康噶。咁至於仲有4個月需要特別留意咧，咁就係包括咗農曆嘅3月、6月、農曆8月同埋農曆12月，咁呢4個月咧個運程嗰方面都會比較反覆一啲噶。要提升個人嘅健康運，可以喺2月4號立春日之後嘅1年之內，喺屋企嘅東南方位擺放一個銅製嘅葫蘆擺設，又或者係擺放一個圓形嘅金屬座台鐘。另外亦都需要避免喺呢一個方位之內咧擺放綠色、青色、紅色顏色鮮豔嘅嘢，尤其是係尖形嘅物體啦，咁都係唔好噶，咁啊以免去刺激病星嘅影響噶。針對翻今年比較容易有是非，甚至乎容易有官非嘅機會，咁可以喺2月4號立春日之後嘅1年之內，喺屋企嘅中央範圍咧就擺放一啲紅色啦、紫色嘅飾物或者係擺設噶。例如果你嘅中央係大門嘅位置，咁可以鋪一張紅色或者紫色嘅地氈啦。咁如果中央嘅位置係客廳嘅位置咧，咁就可以喺牆身黐上揮春，又或者一啲紅色嘅海報。如果中央嘅位置係走廊，咁可以鋪一張紅色、粉紅色或者紫色嘅地氈，又或者喺牆身掛上揮春或者紅色嘅海報。咁如果你中央嘅位置係睡房嘅話咧，咁就可以多啲選用一啲紅色、粉紅色，甚至乎紫色嘅床單被鋪㗎。